来看台中的圣堂中医甲九福中医5年前呢，用禁药注射，也佮有烟弹是拢总造成38人严中毒。一审是判圣堂的负责人、九福的医师，也佮有中药商6年至7年6个月。今仔日是2审的宣判，改判4年2个月至6年，专案也会当上诉。 台中圣堂中医、九福中医诊所2020年发生违法使用烟弹注射的中毒事件，造成38个人烟中毒，包括台中市前议长张丰年一家伙仔拢受害。台中地院去年1审以药事法重判圣堂负责人吕志玲。 九福医师洪章宏甲中药商欧国良6年至7年6月不等，台中高分院27号2审改判4年2月至6年不等，专案有缘会当上诉，被害人家属尊重法院的判决。我一部分的患者他已经死亡了，过世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没有心力再去面对这个法律的问题，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2审的法官认为。 1审以看诊的数量来论罪，应该改为看诊的人数，而且考量吕志玲向部分被害人赔偿调解，因此改变判刑。目前吕志玲已经支付19名被害者部分的赔偿金，表达有意和解，向法官请求缓刑。不过，也有受害者认为看不到诚意，无愿意和解。谈和解的事项，应该大家都有一个诚意在先呐。 那就目前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么多年，老实讲，我看不到他的诚意啦，嘴巴上都说是有啦。 所以，我们所谓的坚决不和解，是对于他的态度上无法接受啦。为受害者进行团体诉讼的消基会表示，2审法官有缘维持刑事有罪判决，希望会当影响到民事判决责任的认定。聚焦伫咧赔偿的数额，赶紧还予受害者公道。另外，是毋是会搁上诉？律师会再搁甲受害者讨论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